来看这彰化渔港原底呢，应该是要提供予离岸的风电运维船来使用，也毋过到打煞还未开放。彰化县府是回应讲，这是因为码头内底受土砂积条咧，预计今年5月就会当启用啊。阮那只渔船准备入港，这是去年6月彰化渔港启用的老的贵宾，但是渔港内的离岸风电运维基地说拖到今拢还未启用。监察院进前就来通过纠正案，批评彰化县政府和风电运维码头放咧旁远。其实伊伫去年6月渔港准的渔船啊，的食水的深度是2.7公尺，风电的运维船呢，台电呢是食水是2.3到2.4吼，这个 CIP 的运维船呢，食水深度才1.4米尔，所以拢比咱这个渔港食水更较浅渔港就会当开放是安尼甲这个风电调咱。监察院指出，经济部专业补助13.98亿，由彰化县府执行的彰滨离岸风电运维码头，伫2024年4月19完工，同年6月14验收合格，但是县府说到今也未开放，致使风电业者爱伫台中港临时座位，原本来回1点钟嘛增加到3、4点钟，严重影响政府再生能源的政策执行。南侧的运维码头航道有局部淤积的情形，水深不足，无法供吃水较深的运维船使用。县府立刻筹措经费，进行港区清淤工程，已经在今年的4月15日完工。县府表示，因为考虑渔船的驶船安全甲渔港的静稳性，无当时开放运维码头。目前已经完成渔港土砂的清理工程，水深达到6米以上，目前正在验收，按算5月开放运维码头。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